老大，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？当然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，知道吗？走。哎，老大。来，买定离手了啊！买单还是买双？这边单，这边双啊！这边选。买定离手。买单还是买双？咱们决定啊！赶紧下注啊！好嘞，想着。你别运气这么差还赌呢？来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我说怎么没把他输呢？原来那有个小叫花子，滚！说谁小叫花子呢？告诉你，我们小爷有的是钱。哎呦，金元宝，真有钱啊！头发还光头呢。金镯子，谁呀？好，有种你跟本少爷赌。好，赌就赌。好，来。赢了！我的，拿上，我们的。再来，再来，老大，算了，见我就收啊！哎呀，我正玩得兴起呢。老大，好，那个，最后一局了，小爷没时间了，最后一局了啊！最后一局，行，压了，快压了，压，对，全压上，一把定翻回来，一把定输赢。对，好，没事，给我一把定输赢。对，来，豹子来啊！豹子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小爷这骰子还没摇开呢。开啊！到了开啊！对呀，你还能看什么呀？等着啊！来，随便来啊！开呀！真是，要开吃。快开呀！看好了啊！怎么是石球呀？抢什么？都是我的！抢什么？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19点啊？你出老千啊？不是，肯定出老千。对呀，我又没多一个骰子，这是小爷的本事，自己没本事还怪我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不能算这个，这肯定出老千，咱不能让他走。这把不能算，再来一把。哎，官兵来抓赌了！小弟，你干嘛呀？赶紧姑娘车回京城吧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这不刚好路过吗？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霸王餐，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给人结了吧。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。龙小弟还挺好面子，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，
随便天下骂声一片，民怨沸腾，皇帝却装聋作哑，听不见。放心吧，我这次出宫啊，这心也算是真开窍了。哎，走开走开！哎，两位客官，哎，请。掌柜的，这是上次欠你的饭钱，够吗？哎呀，二位，你们客气了，嘿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呀？哎呀，哪能啊！二位都是正人君子，肯定会回来。按照我的做派呢，就像你上次那么奚落我，就可以抵了这顿饭钱。不过呢，我小弟为人正直，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。哎呦，是啊是啊。哎，二位爷，不是小的粗俗势力，小本生意都亏不起。这么着，我再请二位用一餐，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，你看如何？不必。哎，可以，有酒有肉。老大，吃白不吃嘛？不是你，没事儿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嘛，吃饱以后再上路啊。万一一会儿路上想买好吃的没有了呢？而且你看老板人家多有诚意啊。就是嘛，哎，赏个脸，二位赏个脸啊！哎，小二，快，请二位爷楼上雅座。哎，好，哎，这边挑雅座啊！哎，小心落地。哎，慢点。啊！好吃。饿了2天，总算能饱餐一顿了。龙小弟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这么贪吃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总挨饿，吃完上一顿，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。我总想着可着一顿饭使劲吃，使劲吃，这样就不会挨饿了。我明白了，老大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。不光不让我挨饿，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。好，我努力，尽量做到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京了？可以啊，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，饿的时候可以吃啊。也是啊，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，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也挺难的。来，再吃点。铁捕头，就是他们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，这顿是你刚才在底下说你请我们的，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？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？你报什么官啊？二位爷，这就不怨我了。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，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，还敢上我这酒楼来？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，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下一章。果然是他，给我拿下！铁卫公，住手！你认识我？我虽不认识你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做了20多年的捕头，破获无数刑案，抓过无数盗匪，屡受朝廷的嘉奖。去年你因公致残没了左手，皇上特意恩诏，命宫中的能工巧匠帮你打造了这只可以伸缩的铁手。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你是巡抚大人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。那你可知巡抚大人为何事要通缉我？当然知道，假冒钦差，伪造圣旨，勾结牛角寨的山匪，打劫官粮官银。铁卫国，你误会了，这通缉令上的案情另有内情。我乃是真的钦差，是皇上下密旨让我来山西公干的。公干？我铁某办案无数，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，但没见过你这么负隅顽抗的。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，发海捕文书通缉你还在这满口跑马。我告诉你，有什么话好好随我回衙门说。
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没事。快走！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们快走吧。你是谁？铁卫国，看在你平时清廉勤勉的份上，今天我饶你不死。不过，你还是先在床上躺1个月吧。包子嘞，热腾腾的包子。上天前什么的大没有没有，闪开！刚出笼的包子。龙小弟，我有那么重吗？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，歪歪倒倒的呀？老大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背人，我能背着你一口气跑出华阴县，就已经不错了。糟了，钱，我把钱全都落在酒楼里了。老大，先别想钱的事了，保命要紧啊！龙小弟，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吧，你可是金枝玉叶，别到时候把你的龙胳膊龙腿给你压坏了。不行，铁捕头的铁手是我亲自建造的，我知道他有多厉害，你一定伤得不轻。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，老给你包扎一下。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，进里面休息一下吧。啊，我也真的是快走不动了。龙小弟，长这么大还没这么累过吧？那是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？你让我看。大惊小怪的，没见过世面吧？没事儿，你先出去，我自己看一下。你别闹，我出去。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告诉你不许占我便宜啊！去，赶紧去，出去。真的？真的，快点走啊！走，快点儿！快点儿啊！快去！哎，不是，你确定你自己能行啊？我确定。去。老大，你自己可以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老大！
大师兄，叶师弟，你不是跟着樊师妹一起，随着吴应奇进京了吗？吴应奇这几日游山玩水，一直拖延进京的时间。几日前，我和樊师姐发现，这次伏击打得并不顺利，那龙大人的手下武功个个都不弱。前去搬救兵的人当中，我们杀了3个，跑了2个。二公子，卑职办事不力，愿受责罚。罢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继续暗中追查龙大人的下落，想办法把龙大人的行踪透露给刘德昭。可是刘德昭也有把柄在龙大人手上，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龙大人，也未必敢杀了他。卑职担心他们2人化敌为友，暗中达成交易，这对我们来说，是不是太不利了？所以你更要掌握好时机，杀了龙三之后马上撤离，让刘德昭的手下晚到一步，替咱们把舒剑之死和龙三之死这2口黑锅都给背了。卑职明白了，卑职这就去办。师姐，这回你看到了吧？吴应奇根本就不像我们接触的那么简单，他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际上就这么狠毒。不，我不相信。也许他只是听命于吴三桂的安排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好，就算是奉命行事，那你现在也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？他那么有心机，根本就不像我们平时接触的那么简单。也许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不也听从于师父的安排去算计他吗？樊师姐，我能感觉到你对吴应奇很有好感，我不想打击你，相反，在师父的面前，我还会替你打掩护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千万……我心里有底。好，那不多说了。吴三桂已经派人去追杀康熙了，大师兄他们还蒙在鼓里，我现在必须连夜赶去给他们报信。你去吧，吴应奇这边，我就说你在山西有个旧友，去探望他，与我们在京城会合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所以我就连夜赶去太原书府，想给你们报信。不料扑了个空，我就一路找到这里来了。叶师弟辛苦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在追杀我的人当中，有吴三桂派出来的杀手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吴应奇起疑。你不用担心，吴应奇现在对樊师姐很是信任，我还是留下来，同你和雪师姐一起寻找康熙和奕欢吧。叶师弟是不放心小师妹吗？是啊，我是不放心小师妹。你和雪师姐武艺高强，不论是刘德昭派来的官兵，还是吴三桂派出的杀手，都奈何不了你们。可小师妹呢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小师妹不会有事。是吗？我今天在淮阴县的大街上碰到了山西第1名捕铁卫国。你的意思是，欢妹遇到了铁卫国？若是其他捕快，欢妹可以勉强应付；但如果是铁卫国，欢妹不是他的对手。打起来了吗？我当时看铁卫国带着几个捕快行色匆匆，又想起城门旁新贴出的周拿你和龙三的告示，就留了个心眼，暗中尾随。没想到，他们真的是去捉拿康熙和小师妹的。康熙和小师妹在酒楼里被人认出来了，那掌柜的暗中报了官。欢妹实在是没有经验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酒楼这种公开的地方？大师兄倒是经验丰富啊，为什么还是没有保小师妹周全？今天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他们就……可小师妹还是受伤了，伤得重吗？你说呢？她被铁卫国的铁手抓伤了锁骨，肯定伤得不轻。等我解决了铁卫国他们，追出酒楼，小师妹跟康熙已经不知去向了。倾城也受伤了，无法行走。
我将她安顿在城外土地庙里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先照顾雪师姐吧，我会尽快找到小师妹的。你放心，小师妹现在和康熙在一起，就算我找到了他们，我也不便现身。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，让你和雪师姐赶去与他们会合。有你在她身边，我放心。暂时只能这样了，多谢你，叶师弟，多加小心。老大，你醒了？哎，你伤口怎么样了？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，你千万别乱动啊！我这伤口是你包扎的？对啊，不是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包扎伤口，要是包扎的不好，你千万别笑话我。你怎么能趁我昏迷的时候占我便宜呢？我怎么占你便宜了？那你的伤口流血不止了，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趁机占你便宜。不过你皮肤又滑又软，摸起来确实挺舒服。哎，住口！说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抱着我睡觉啊？我冤枉啊！你这流血不止，手脚又冰又冷的，我也不会生火，我只能抱着你睡觉啊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？我现在好了，你赶紧下去吧。我都说让你……哎，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哎，龙小弟啊，我怎么感觉我这脑袋这么晕啊？哟，老大，你头好烫啊！这样，来，你先躺下，躺好了。哎，好冷啊！哎，把衣服盖好，把衣服盖好，你就不冷了啊。不冷了。龙小弟啊，我想喝水。水啊，水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水去啊。慢点喝，还要喝不？啊！我好冷。冷啊！来，你先躺下，来，躺下。好冷啊！这样，我出去给你拾一些柴火回来，给你生火取暖，好不好？那你好好躺着，别乱动。龙小弟啊，折腾了这么半天，我怎么还没升上啊？我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笨小弟啊？啊！你柴火放太多了，分开点儿，要不然里面空气不流通，火是生不着的。这可是我第一次把火给升起来了，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这个就叫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我怎么就五谷不分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我顺道拿了2个地瓜，我现在就烤给你吃。顺道拿的？我看你是偷的吧？我会把钱补给主人的。哎呀，前几日我拿了人家1只鸡，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？不告而取，就是偷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话伤元气，你伤得那么重，别毒舌了。你搓上面的泥干什么呀？那个泥不用搓，连皮带泥放在火边慢慢的煨就可以了。不是，这不把泥搓掉了怎么吃啊？哎呀，我发现了，我这个龙小弟啊，不仅江湖经验差，生活常识也没有。这个泥烤干了以后一掰就掉了，里面的地瓜是干净的。如果这个地瓜外面没有一点泥一起烤的话，里面就糊了。反正老大你江湖经验足就行了，小弟我又学到本事了。你怎么扔火里了？哎呦！你小心点儿，别烫坏了你的龙爪。好烫！慢点儿。哇，这烤糊了。哟，这心里还生着呢。那我再去给你烤烤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没有你那么挑剔。再等你学会烤地瓜，估计老大我就变成干尸了。好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以前做攻略啊，都没吃过烤地瓜，没想到地瓜这么好吃。就我以前吃那些烤鹿肉、烤熊肉什么的，都没这烤地瓜好吃。你看你现在这副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以后还敢不敢说我吃相不好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么落魄的事啊，只有你一个人见过。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灭你的口。守口如瓶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封口费。好。龙小弟，把我这个也吃了吧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吃不下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再睡一会儿。好，那来，你先躺下，先躺下，往上躺点啊。李兄，好久不见。大姐，来我这命吗？不要。那价钱好说，结实。你看看这个，不错吧？这瓶里的外敷草药啊，口服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钱呢？掌柜的，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赊一下账，改日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？去，没钱买什么药啊？掌柜的，你行行好，我妹妹她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。我这开的呀是药铺，又不是慈善堂。再说了，这救济百姓啊，乃是皇上和官府的事儿，
又不是我这个生意人能做的。你要怨，就怨皇上和官府吧，别怨我。哎，站住！过来，你站住！哪里？哎，站住！这怎么办？走吧。你过来，走吧。大哥哥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你也想吃烧饼吗？小妹妹，哥哥不饿，是哥哥的妹妹饿了。你能把这张白面烧饼分给哥哥一半吗？等将来，哥哥一定还你10张肉饼。真的，你没骗我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你将来要请我吃肉饼，这块大的给你吧。小妹妹，你真好。你能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喜儿。喜儿，真好听。娘，买稻米了。哪来的没脸的东西，居然敢骗一个小孩子的烧饼！这个烧饼可是我当奴陪嫁的银簪子才换来的，居然被你骗去一半。这个大嫂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暂时落了难。等我回家有了钱，我一定还给你10张烧饼。还？你骗谁呢？这年头，休说你一个叫花子，就连官府都不讲信用。说好的每人每户1两银子1担米，结果呢？只是给了这么点发了霉的陈年糙米。你们淮阴县也是如此吗？哪年赈灾不是如此？府里的灾民上能领到少许白米白面，到了我们县里，就只剩下这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了。再到下面各个乡村，剩下的就只能是糠皮了。喜儿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傻了。这些人都是骗子，骗你的。喜儿，你一定要相信哥哥，哥哥将来一定会还给你10张肉饼的。我呸！还不快滚！老大，来，吃点吧。你呢？我已经吃过了。我只讨了1张饼，我吃了一半，另外一半留给你。龙小弟，你对我这样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可是我吃不下了。那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？我好难受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2个可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难同党，同生共死的。所以为了我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我尽力吧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第一是饿，第二是丑，第3就是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。可以的。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呢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乱。你
你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了，我赖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赖账的，你还会整顿吏治，革除疾病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因为你是一个好皇帝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。所以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撑住来监督我。龙小弟，你哭了。原来龙珠是咸的呀。这是我第2次看见你哭了。其实，我原本以为，在我父母死了以后，我就已经是铁石心肠，不会再哭了。没想到，上一次我是为了百姓。而这一次，只是为了你一个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死也知足。老大，你不会死的，老大，你不会的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花儿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掌柜的，咱们可是说好了啊，这个金镯子我只是暂时抵押在你这儿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，改日我一定会赎回来的。放心吧，我是生意人，这药铺开了多少年了，做生意的讲诚信，懂规矩。傻死了，你干嘛一直看着我笑啊？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我都快愁死了。我本来也快愁死了，但是看到你伤有好转，我觉得特别开心，就是想笑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次你整整昏迷了3天，我都快绝望了。本来呢，我都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，结果阎王爷说：“哇，这个小姑娘太能吃了，养不了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”我就被遣送回来了，继续祸害你来了。你只是第一次帮我缝了衣服，戳破了手，我可是把太多第一次都给你了。打水、烧火、煎药、收拾屋子、偷人家地瓜，还有帮你清理伤口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不正经的话。不过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没有把我推开，我心里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龙小弟，你得跟我发誓，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好，
我发誓，不告诉别人，替你保密。咱们明天雇辆马车回京城吧。我也想早日回京啊，你身子受得了吗？我的身子都已经好了。龙小弟，你是条龙，所以你应该回到海里去。我这个只会吹牛的老大根本保护不了你，万一你在外面遇到危险了，那我就算死上10000次，也不足以弥补我的罪过。呸！死什么死啊！我知道了，我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哎，你就打算穿这件脏兮兮的衣服出去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说冷的吗？我现在已经不冷了，龙小弟，你好歹是个皇上啊，不能这么不体面。你看看你，刚一醒来就开始奚落我了啊？哪有？没有。客官，您的药都包好了，来，您拿好。掌柜的，你的金镯子哪来的？这是一个客人递给我的，怎么了？那客人可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，大约5尺高，胖瘦适中的样子。不是，那是个年轻的后生，脸上嘛脏兮兮的，我也没看出啥模样来。掌柜的，那客人是我一个朋友，这样吧，我先帮他把这个镯子给赎走，再留下20两银子跟一封信。如果他再来抓药的话，麻烦你把银子和地址给他，让他来找我。这……好吧，谢谢。龙小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？叶哥哥，小师妹，叶哥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早就来了，这几天我四处寻你，可我发出的讯号，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回应啊？我这2天不是重伤昏迷了吗？所以就没听到你的信号。你昏迷了？伤得这么重？没事儿，你看我现在都好。所以这些天，一直都是康熙在照顾你，给你洗伤换药。好了，外面风大，我们进屋说吧。好，进来吧。快进来，坐。这屋子里怎么就只有1张床啊？那这些天你和康熙……叶哥哥，你千万别误会，这2天我晕得7死8活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康熙是一直在照顾我，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。算了，你这次大难不死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密，不会告诉大师兄的。还是叶哥哥好，叶哥哥最好了，什么都替我着想。喏，给你，这次别再弄丢了。这个金镯子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不是龙小弟给当在药铺了吗？淮阴县本来就不大，整个县里只有1家药铺。今天早上大师兄去给雪师姐抓药的时候，雪姐姐怎么了？生病了？雪师姐也受伤了，而且伤得很严重。不过，她是因为保护大师兄才受伤的。雪姐姐对大师兄是真的好。大师兄去抓药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个药店的女掌柜手上居然戴着这个金镯子。大师兄把这个金镯子赎回来交给了我，让我继续寻找你和康熙。他和雪师姐就在落脚的土地庙里等消息。我这几天把淮阴县东南西北方圆20里的地方都找遍了，给你发出的信号你也不给我回应。不过好在今天总算找到你了。辛苦了叶哥哥，但是你千万别误会，这2天我一直昏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身上实在是没钱了，
所以龙小弟为了救我的命，才把这个金镯子给当的，给我换药。你不会生我气吧？我当然生气了。不过我气的，不是你最终把这个金镯子当给了药铺，而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它换钱抓药啊？金镯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啊！我不是怕我当了以后让你伤心吗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很知足了。哎，叶哥哥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不然等龙小弟回来该看见你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师兄，让他和雪师姐来找你会合。你的朋友给你留了一封信，让你按信上的地址去找他。谢掌柜。果然是李太医的笔迹，太好了，这下可以顺利回京了。谢掌柜的。哎，小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10里铺的土地庙怎么走啊？前面转个弯就到。不过这土地庙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就在1炷香前，一大堆官兵过去，说是捉拿什么通缉要犯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去了。撤！站住！快抓住他们！站住！奇怪，这些官兵怎么知道我们藏身之处的？多半是吴三桂的手下追踪到我们的行踪，故意泄露给官府的。小师妹和康熙都在城西海岸岗，你们把他们吸引到城东，我去找欢妹他们，然后咱们在城北会合。好，撤！这2个才是通缉令上的要犯，不要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追！这龙小弟怎么回事啊？我好不容易跟猪哥哥他们会合了，龙小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龙小弟一定没事儿的。孔明灯哎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家是靠做小手工维持生计的，后来逃难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了。我的伤还没好，跑不了太长时间，必须在短时间内甩掉他们，找个地方藏身，才有可能逃脱。屋里只有那个丫头在，记着留活口，只要有她在咱们手上，她哥哥武功再高，咱们也不怕了。是，走。不对，快追！这边，快！这丫头轻功虽好，但受了重伤，肯定跑不远。追！是。一环，别怕，你一个人逃了，只回了一个李一环。可龙小弟若是活着，就能救天下无数苍生的性命。你们看，他在给龙三报信，快发暗器把孔明灯射下来。不行，这狗有巡查暗器都射不到。先抓住那丫头，走。
我走了，易欢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剑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一定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易欢，反而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易欢几次为我不顾生死，我却自顾自逃了。我如此胆小自私，又有何德何能君临天下？我不仅是易欢的龙小弟，更是大清的皇帝，又岂能因小失大？死丫头，轻功那么好，武功却平平。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，看你怎么跑！带走。是。起来。龙小弟，你快逃！千万别管我！快点！快逃啊！大师兄，小师妹和康熙呢？看来他们已经离开了。只有一张床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这一路逃避追杀，怕是又把伤口震裂了。要不你先去找他们吧，找他们要紧。现在这里是安全的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去找他们。嗯，我行动不便，就不拖累你了。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马上发出信号，我立刻赶回来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腿受伤了。一般杀手还近不了我的身。好。撤！主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易欢呢？救易欢！起来！刚才跑得跟飞似的，这会儿装死。他不是装的，他本就受了重伤，还未痊愈，刚才又中了你一刀，所以才会虚脱昏厥。老大呀，这丫头真俊。反正二公子说了，把龙三他们一行人全部杀掉，不如咱们先……不行，咱们不是他哥哥的对手啊，还得留着他设套，抓他哥哥呢。哎呀，咱们只是玩玩嘛，尽量怜香惜玉点，别弄死他就行了。也好，老子也实在忍不住了。拿着刀。
怎么了，苏大人？快准备接驾！接驾？皇上在哪儿啊？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说不定朕就要去见先皇和太祖皇帝了。奴才罪该万死。皇上，索大人跟大赛在途中遇见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，九死一生，才找到玉巴赞将军的军营。刚一到营门口，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。他宣读了皇上的密旨之后，没顾伤好，就跟玉巴赞将军赶去山西太原。在途中遇见了奴才，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，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。朕已经知道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都3天了，李欢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都没有。那些黑衣人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，而像是吴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，身份不明，很难追查。眼下还没有证据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吴三桂所指使。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，而不是朕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只怕奕欢会更加危险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皇上，请您放心，奴才已经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。其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、危及圣安，奴才及手下将士未惊动地方官府，而只是秘密行军。你做得很好。皇上，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？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，岂会束手待毙？若能逼得他叛乱，岂不是好？皇上，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，害得皇上九死一生，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。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，将其处以极刑，灭其九族。这个刘德昭纵然将他挫骨扬灰，也难消朕的心头之恨。臣愿意传旨问罪，捉拿刘德昭，为皇上分忧，为臣妹报仇。这刘德昭，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，若这么明旨问罪的话，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，龙三便是朕，只怕他会狗急跳墙，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起兵叛乱。纵然起兵叛乱，也成不了气候。玉巴赞手下都是以夷敌十的8旗精锐，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。皇上，奴才愿立下军令状，替刘德昭的人头来见。不必了。犯下滔天大罪的只是刘德昭等贪官，他手底下的官兵也是我大清的子民，又何必激起兵变，徒生内耗？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刘德昭此时啊，一定知道龙三被玉巴赞给接走了，他一定会心虚。如果朕所料不差，他弹劾龙三的折子已经在快马送往京城的路上。待朕回京之后，朕派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员去接见刘德昭，就说他和龙三互相弹劾的折子，朕都已经看到了，朕不能偏听偏信，要宣他进京，和龙三当面对质。哎呦，皇上，您这可太英明了。想那刘德昭自是手里面有假圣旨、假玉玺，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搏，这样，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进京来对质，到时候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，受了那么多此前从未受过的屈辱，还能如此冷静。若换了我，只怕会亲自率兵去捉拿刘德昭，一块凶夷。又如此强敌，我要光复大明谈何容易？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尽快起驾回京吧。眼下奕欢还生死未卜，朕放心不下。是啊，皇上，世淑姑娘是下落不明，可是您留在这山西，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。皇祖母，可是有皇上消息了？索土派人送来了密奏，他跟玉巴赞已经顺利的接驾。皇上，
平安无事。阿弥陀佛，妾身这悬着的一颗心，也总算是放下来了。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。为何？皇上在索额图搬取援兵之时，接连遭遇了官兵和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，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，才脱离了险境。李易欢为了引开杀手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这李易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，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。难道皇上为了寻他，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？索图密奏说，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易欢的失踪都甚是蹊跷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布的局？来，娘，你先吃。娘不饿，你吃啊。娘骗人，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。喜儿，还认得我吗？哦，大哥哥，是你呀！喜儿，在吃什么呢？我娘煮的野菜糊糊，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，只能吃野菜了。我娘说要再过几天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这位公子爷是？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白面烧饼的叫花子，这次过来兑现对喜儿的承诺，还你们肉饼。真的，娘，我就说嘛，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眼睛，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，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以小夫人一般见识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在这灾荒之年，人人都只能顾自己。这喜儿啊，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来，啊，肉饼，整整10张肉饼，赶紧吃吧。娘，你先吃吧。谢谢公子爷。大嫂，能不能把这碗野菜糊糊给我喝呀？这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如何喝得这个呀？大嫂，这是周钱。这可如何使得？没事，收下吧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相信我，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措施下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们了。李太医，眼下易欢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已经决定明日回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子言重了，主子乃万圣之尊，不宜久离京城。而且太皇太后已经传来懿旨，催主子回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急需朝廷的救助，更有看似表面祥和，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，需要我去治理整顿。这是易欢为何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主子能以国事为重，是臣妹之幸，更是天下百姓之幸。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，寻找营救臣妹之事，就交给臣去做吧。臣正在想办法，通过一些江湖人士，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那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已并非我的臣下，而是我的朋友。易欢更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。如果他
那将是我穷尽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